龙骨是花园城秘宝，可治百病，仅此一根。韩硕入赘花园的重要原因，就是为了得到龙骨。为达目的，他暗中设计了一场英雄救美，想与花园城二郡主陈楚楚一见钟情，再利用他骗取龙骨。你是何人？玄虎城少城主韩硕。啊，你就是那个来我们花园城入赘的韩硕。小模样长得也挺标致。把它洗干净，今晚送到我府上。 三公主，此人婚妹是要经过城主亲自下令的，当街强抢，与理不合，你这城主知道了，自要没有我陈芊芊要不来的东西。三公主，不就是玄武城少城主吗？我这就向母亲请令与他成亲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明日大婚。敢问姑娘是？花园城三公主陈芊芊。三。少君呐，你是不是又发作了？快把药吃了吧。你怎么了？ 等会儿，慢点吃。我自幼心疾缠身，不时发作。大夫断言我20岁就会撒手人寰。少君怕是无福消受你的青睐了，还请三公主收回成命，事关2城联姻，闹出人命就不好了。快病死了！既然如此，那不还趁人活着赶紧送入我府中？慢着！俗话说得好，强扭的瓜不甜。甜不甜的啃一口不就知道了，用不着你说。到了驿站，好好准备一下，明日迎娶大婚，遇上我，算你倒霉。 这分明是抢亲，居然许了三公主，这位可是混世魔王，被城主宠坏了。哎呦，你看看这少舅的身体啊，不太好，也不知道在三公主手里能熬过几天，活不久了，活不久了。走，哎呀，走。少君，计划有变。传闻中这陈芊芊蛮不讲理，荒唐无度，是目无法纪。斗大的字儿不识一筐不说，还一身的公主病，甚至还勒令全城的百姓官员喊她三公主。哼，三公主，一座城已经容不下她了，是吗？可是我明明安排金马冲撞车队之人是二郡主陈楚楚，怎么就变成陈芊芊了？这该如何是好？少君。 便宜行事。花园城二郡主陈楚楚历经磨难，终于登上城主之位。陈楚楚继任大典上，天降祥日，日月同辉，天门大开，异彩漫天。好困啊！当编剧可真难。
写完稿子就是睡得踏实。飘了呀！你挣了点钱你就赶来夜店消费啊？啊？你还玩 cosplay？ 起来起来，赶紧起来！三公主醒了，摔酒杯呢。事多了不怕呀。不行的，不行的，这有多少钱啊？给三公主问安，谢三公主贵妇。大家多少钱啊？小的一曲千金，小的一曲900，小的一曲800。但是三公主您想听曲的话，以前小的通通免费。免费？不是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三公主？三公主？我看一下啊。不会这么巧吧？莲花镯配铃铛，这是我剧本里教坊司的乐人才有的配饰啊。难道这里是？哎，三公主。这个梦好眼熟啊！我写的。我卡在自己写的剧本里了。